khas Aceh. Nah,有白叶，有bubur， 都给盖着啊，朋友在这里很多东西都可以买呀，然后呢有很多那个什么食物可以吃给盖着哦，很多东西在这里。你看，在那边有煎豆啦，煎豆那个很好喝，多人可以喝哦。然后呢，有一个bubur kanji，bubur kanji哦，有一个那个食物，牙齿的东西，牙齿的食物哦，很好吃啊。你的朋友可以买来这里有看，可以买哦，谢谢哦。